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澳門網絡媒體 UTV 清談節目，我係今集嘅主持人。政府咧喺上一年咧推出社區保姆試驗計劃啦，咁但係成效係唔理想嘅。咁呢個計劃咧亦都將會喺今個月底咧就會係結束，亦都係擱置呢個嘅計劃。咁而今集咧我哋亦都好高興邀請到3位嘅嘉賓啦，同我哋一齊探討一下㗎。咁首先咧有我身邊嘅澳門公共政策學會監事長劉詠詩小姐。澳門立法會議員兼婦聯副理事長黃潔貞小姐，以及咧係有一位年輕嘅媽媽李文欣小姐嘅。咁首先咧都想去問一問李小姐啦，因為咧都知道李小姐咧亦都係有小朋友啦。咁之前亦都係有聽過呢個社區保姆嘅計劃㗎。咁當初點解即係冇選擇去用呢個嘅社區保姆嘅計劃咧？咁因為我同我先生兩個都係出去做嘢嘅，咁所以嗰陣時就你知道又要揾工人啦，咁其實我係未生之前，其實我已經上網有揾過類似嘅資料㗎啦。咁但係因為始終揾嘅資料時候，其實我揾到嘅資料其實係不足嘅。咁同埋就係問翻身邊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都好多都唔知，所以好多都解答唔到我。咁以我自己上網揾到嘅資料嘅話，咁其實有幾方面我自己都係需要考慮嘅，就係地點啦，因為始終都可能要去保姆嘅屋企啦，咁而唔係去一個中心入邊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時間啦，咁同埋因為時間嘅時候佢係可能唔係全日嘅，咁甚至可能得每日裡面可能得2-3個鐘啊，或者係少於嘅。咁所以呢種種因素令到我就即係各自唔再繼續考慮呢一個繼續去揾呢一樣嘢咁樣咯。即係個宣傳度不足啦。主要係咁樣。咁另外咧，亦都想去問一問即係黃議員啦。咁其實黃議員都係婦聯嘅副理事長。咁你哋亦都係即係3間嘅承辦機構之一啦。其實即係當中係去承辦呢個服務嘅過程入邊咧，發現嗰個服務嘅需求嘅狀況係點樣咧？咁其實喺過程之中咧，的確係喺最初嘅時候咧，咁亦都向當局咧提到我哋嘅一啲意見嘅。咁但係咧即係局方本身都自己有佢嘅一套啦，所以有好多嘅建議都未必有接受啊咁樣。咁其中包括乜嘢咧？就係包括我哋講緊嗰個叫審批嘅一個程序啦，同埋嗰個提供服務嗰個年齡層段。因為而家咧提供服務嘅年齡層段係4歲以下。咁喺我哋最初提供服務嘅時候咧，查詢嘅對象咧有一大部分咧都係超出咗嗰個年齡係其中一部分。咁另外咧有個咩超出咧？因為喺今次審查裏邊咧係一個有個叫做家庭收入嘅一個限制喺度嘅。咁係扣除一啲開支之後咧，一個最低嘅維生指數嘅2倍先可以參與呢個計劃。咁我哋睇翻咧，作為我哋其中一個機構裏邊咧，查詢嘅對象咧，可能有400幾個以上，但係可以合資格嘅咧係好少，同埋就係再加埋配對成功嘅咧得8個。咁變咗其實喺嗰個叫做其實係有需求，但係配對唔成功或者其他因素影響佢合格嘅咧，可以接受呢個服務咧，真係有限咯。最初呢個原意係希望係義工一個嘅性質啊嘛。咁變咗其實而家睇翻澳門嗰個經濟環境，喺嗰個失業率咁低，女性就業嗰個百分比又唔低嘅情況之下，要鼓勵佢哋出嚟做呢個工作咧，亦都係一個難度嚟嘅。咁所以其實就係當初考慮嘅時候，我哋可以睇翻即係局方喺嗰個叫做保姆嘅對象方面咧，佢考慮亦都存在咗一啲不足嘅地方。咁啊，多謝潔貞先。咁另外都想問一問劉小姐咧，因為我都知劉小姐喺香港咧係從事幼兒教育經驗係好豐富啦。其實你覺得今次呢個嘅保姆嘅計劃咧，一個嘅成效唔係咁理想，即係問題出喺邊度咧？雖然個保姆可能政府佢會有一啲嘅審查啊，或者係有一啲佢會係篩選過嘅，咁
但係媽媽都會覺得有啲憂慮嘅。咁我去佢個 B B 去屋企安唔安全咧？即係好多未知嘅因素可能會出現咯。咁香港嗰邊咧，其實佢就係都有3個選擇俾媽媽嘅。譬如就係個 B B 即係譬如話佢個保姆可以去個家庭屋企啦，喺個熟悉環境之下去照顧個細路仔啦。咁亦都可以選擇係去一啲去保姆屋企，佢都可以選擇嘅。咁另外亦都係譬如有一啲嘅中心啦，咁佢可以媽媽帶個 B B 去個中心，咁個保姆去照顧佢。咁其實有3種選擇俾個媽媽嘅，咁變咗就會個媽咪會即係佢自己有得揀，佢可以接受邊個託管嘅方法啊咁樣咯。即係而家嗰個做法就係個保姆佢自己幾時得閒就去照顧小朋友，咁可能佢一日裏邊得2個鐘嘅，咁但係媽媽返工全日㗎嘛，咁就變咗個小朋友去完2個鐘之後去邊度好咧？咁就其實我覺得應該呢個計劃就係着重點樣去幫助個媽媽去照顧個小朋友，就即係個重點喺個小朋友身上咯，就唔係話要就個保姆去邊個時間得閒就去佢嗰度咁樣咯。上一節咧，我哋去探討咗咧而家現行社區保姆嘅一啲嘅狀況啦。咁接住呢一節咧，我哋亦都會去探討一下咧，就係有啲咩嘅優化嘅地方。咁首先咧，想問下潔貞啦，其實就住社區保姆呢個計劃方面嘅狀況咧，你覺得有啲咩地方可以優化咧？甚至喺個託兒嘅服務上面可以有啲咩嘅借鑑啦？咁其實我都之前都提出過，就係話將一個而家現有嘅一啲譬如空置咗啊，或者未來將會收翻嘅一啲幼兒嗰個叫做教育嘅設施嗰啲場所，其實可以考慮即時可以變成幼兒服務嘅一個中心嘅。咁呢個就會即係嗰個可以俾我哋有信心，可以喺短期之內託位可以更加達標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面啦。咁另外就係話而家喺社區保姆方面，暫時雖然話係唔會再考慮，但係如果要提供多元服務嘅話，其實可以再諗多少少嘅話，真係用一個叫做善用一個社區資源家庭服務中心去做一個暫託嘅地點，然之後咧就令到而家可能培訓咗嘅一啲保姆，或者係一啲所謂嘅一啲有意去做保姆嘅人士咧，可以透過培訓之後做一啲比較彈性啲嘅一個社區照顧嘅工作。咁呢個其實都類似頭先劉小姐講香港嘅一啲社區屋苑裏邊提供嘅一啲暫託嘅服務。咁呢個都可以考慮嘅。咁同埋就喺人力資源方面咧，真係要配合啦。因為喺我知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嚟緊有一批保育員亦都會退休。如果我哋人資不足嘅話咧，亦都會影響成個嘅保育嘅服務嘅發展咯。咁我覺得因為而家其實好大部分嘅員工都會係一啲嘅博彩從業員啦。咁即係其實一啲嘅大嘅社企啊、博企啊，咁佢哋都係一啲大僱主嚟嘅。咁佢哋其實可以出一啲嘅地方啦。咁喺工作嘅附近，咁入批個地方做一啲託兒中心。咁佢哋可以請即係話可以同一啲嘅 NGO 啦、非牟利機構去合辦一啲嘅幼兒中心，咁就託管啲小朋友嘅。咁如果嗰個家庭佢係負擔得到，佢全費自己俾啦。咁如果佢負擔唔到嘅，咁佢可以係申請一啲嘅政府俾一啲資助佢啊，咁樣咯。即係主要係一啲嘅場所嘅問題啦。啱啱潔貞提到或者劉小姐都提到嘅問題就係即係而家在於社區保姆呢個嘅觀感，家長未必係咁放心。如果係有一個場所嘅時候，可以利用翻社區嘅資源，例如一啲嘅中心嘅話，有個場所，其實家長都放心嘅。咁都想問一問即係用家先啦。其實你哋去選擇呢個託兒嘅服務咧，其實最重要考慮係喺邊啲嘅方面咧？其實最重要考慮就周成就咁講，都係想小朋友佢即係每日俾人託管嘅時候係安全嘅。係啦，咁所以好似頭先所講啦，咁如果可能真係可以優化到，可以喺一個中心或者喺翻自己屋企嘅，咁因為可能自己屋企有啲都會係擺翻個 cam 喺度，都可以安心啲，同埋佢哋會有適當嘅培訓嘅話，相對嚟講嘅話，媽咪或者爸爸係會個放心嘅程度係高好多嘅，咁同埋時間都係啦，咁好似話即係好似頭先所講話上午託下午託，其實我自己都本人唔建議上託同下託，其實我都係翻工嘅，我都係翻朝9晚6嗰啲嚟嘅，咁我之間嘅時間，咁我都係容許唔到我講都切出嚟去
送小朋友翻學或者接翻小朋友翻屋企，其實係做唔到呢個動作。咁所以全日托係非常之認同嘅。再問一問啦，其實即係而家嘅托兒嘅服務咧，咁我諗即係我聽到有啲嘅聲音咧，就係唔淨止係一個照顧啦，希望小朋友可以去同人哋即係有一個嘅接觸啦，識得同人哋去相處啦，或者甚至有一個嘅教育嘅功能。其實你點樣去睇咧？其實教育嗰方面嘅話，我覺得適當就 OK 嘅啦，即係唔好話太過分去要小朋友學呢樣學嗰樣，因為始終我講翻我小朋友啦，因為佢仲細啦，歲半咁，佢仲可以慢慢去適應，同埋我自己放咗工嘅時候，翻屋企都會去教下佢啊，或者可能去點樣可以同佢去分享咁樣，我自己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所以最重要就真係個小朋友係俾人哋照顧嘅時候係安全咯。即係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係有一個你信任嘅人去照顧得到。因為如果我真係想要教育嘅話，我就會選擇出去一啲托兒所嘅地方、教育嘅地方，而唔係呢啲保姆嘅托管咁樣咯。其實在於托兒嘅服務咧，有冇一啲係覺得新型嘅服務可以喺澳門嗰度去即係投入去使用咧？咁或者可以結晶先啦，你覺得會唔會有一啲新型嘅服務可以喺澳門去試行，亦都係符合翻我哋澳門嘅用家嘅需要咧？其實而家係暫時嚟講咧，都係翻傳統嘅托兒服務咧，係比較受家長認同同埋接受嘅。咁我覺得其實嚟緊係政府喺整個提供托兒服務思路方面咧，佢自己要做一個調整，因為佢而家嗰個考慮個方向咧係話係俾一啲冇人照顧嘅小朋友先去參與一個托兒服務。但係其實而家隨住即係雙職家庭增加咗，我哋嗰個家長對嗰個托兒服務需求都唔同咗。我覺得政府係要與時俱進咁去調整佢嘅服務方式，喺思路上面佢自己要改變咯。咁我覺得其實係家庭幼兒照顧方面嘅支援咧，可能係真係俾啲細嘅小朋友。咁所以喺呢個托額分配上面咧，佢自己要做啲調整。咁另外啦，到而家係歲半到2歲嘅家長都好需求，點解佢要入托兒所咧？就係希望佢哋可以接觸一啲群體嘅一個生活，去從一個叫做生活中學習，去一個啟發。咁變咗其實呢啲亦都係家長期望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係乜嘢咧？就係可以俾佢哋嗰啲小朋友可以去群體生活嘅時候，亦都可以自己嗰個小朋友嘅一啲情況同其他小朋友做一啲比較。咁因為比較乜嘢咧？唔係比較係咪俾人成長得快或者特別聰明，係比較有冇同成長過程正常嘅有差異。因為其實而家家長好多反應咧，就係話我一個小朋友嘅時候，我又缺乏經驗嘅時候咧，咁變咗好難觀察呢個小朋友係成長係咪正常或者異常。咁劉小姐咧，你覺得即係會唔會有香港嘅一啲嘅經驗，或者甚至你覺得有啲咩嘅建議可以俾翻澳門喺呢個託兒服務一個新型服務方面？我都想提出一樣嘢，就係話一啲係譬如係喺個中心裏邊幫手託管嘅人員咧，咁佢哋其實可以係一啲譬如話係退咗休嘅老師啦，如果佢係即係好想繼續佢嘅幼兒嘅工作嘅時候咧，佢可以去加入呢一啲嘅即係呢一啲中心裏邊去做一個導師啊咁樣咯。咁對小朋友嚟講其實都好嘅，佢唔係單單係去玩啊，咁真係有一個好專業嘅老師係去即係同佢一齊同埋其他小朋友一齊啊咁樣咧，即係無形中就係佢入學之前係一個嘅社群生活咁樣咯。都想問翻李小姐啦，其實啱啱聽完，如果新型服務上面咧係有呢啲嘅元素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你覺得會唔會即係加大到呢個服務俾到你嘅信心咧？定係都傳統都係足夠啦，教育都係我翻到屋企或者我同我先生一齊去照顧就 OK 啦咁。其實我自己本人都係中意傳統嘅全日托嘅。係啦，咁就你話真係再頭先優化咗嘅話，即係例如可能同而家好興嘅一啲 playgroup 嘅導師啊，或者專業啲嘅 playgroup 嘅學校去聯繫嘅話咧，咁其實我都會有興趣嘅，係啦，咁但係我都係會揀翻全日托會好啲。同大家咧去講翻最新呢個社區保姆計劃嘅狀況啦。咁8月呢個過渡期入邊咧，街仲有2個嘅用戶嘅，咁而明愛咧同埋婦聯咧就已經冇用戶㗎啦。咁未來咧政府係將會去增加呢個托兒嘅學額啦。咁其實係咪增加呢個嘅名額已經係足夠咧？係咪需要咧政府係與時去俱進去探討呢個新型嘅服務去俾到我哋澳門咧？咁今集咧係好高興邀請到3位嘅嘉賓同我哋分享咗佢哋嘅一啲嘅想法同埋建議啦。咁我哋
今集嘅時間咧嚟到呢度，咁多謝大家收睇。